空间弥漫着冷空气，困惑着该用什么表情面对人群。我是谁？我猜忌着我的意义，不明白为何我总被远远地抛离。我不相信，也不甘心，谁听得见？我也在呼吸。我在这里，站在这里，我呐喊着我的生命。我在这里，站在这里，我用力证明，用我的声音。我表情冷硬，嘴角有虚伪的愁绪，抖住我的身躯，双紧着我心跳的频率。